前总统陈水扁牵涉真济贪污的案件，被判刑20年。煞自2015年开始申请保外就医到今，因为伊讲身体无爽快，无法度出庭，伊的官司嘛拢停审。不过最近陈水扁的查某囝陈幸瑜当咧拍官司，陈水扁煞亲身代替陈幸瑜出庭，甚至是拍赢官司，引起议论。顶礼拜六投票日天，本来是牵互陪去投票的前总统陈水扁，若要决定家己举拐行去投票所，结束了后面对问题，伊是无讲伤济。今天心情安暖？天气很好，天气很好，跟天气一样。陈水扁进前是涉及真侪项弊案，判刑20年定验，入监了伫2015年，就因为病情恶化，而且有性命危险，所以保外就医个单，连带互伊其他当地审理的案件庭审，法务部嘛撤销伊的律师资格。但是这几年，医生替因查某囝陈幸瑜的起诉诊所开幕的致辞，嘛主持广播节目。最近，阁向发现讲，做因查某囝陈幸瑜诊所的诉讼代理人，对查某囝和病人的医疗官司，阁斗出庭拍赢官司。这个没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，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去做一个了解审查。陈水扁敢无打着红线？中间回应讲，这规范是无规定甲这么有，搁深入了解。但是法界讲，民事诉讼的代理人无一定爱是律师，只要审判长同意，陈水扁确实是会当去做。该代理人跟本人之间有一定的一个亲属关系，或者有共同生活、共同工作的一个情形。通常来说，审判长会许可来担任诉讼代理人，让诉讼的进行更顺利。那不过这个是限于民事案件。靠陈幸瑜的诊所是无人接，新闻做好进前无法度知影因的回应。只是陈水扁保外就医，阁会当为着查某囝来写诉状出庭，难免会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